来继续来看这件真粗残。南投埔里一个40外岁的男子，可能是甲人有1000万缴销的纠纷，是互本来的人家强压就车，载到埔里运泉区另地伤害，而且甲伊的双手甲斩断，才甲载到台中营总的埔里分院的急诊室的门口，甲人劫落车。警方陆续已经抓到8个嫌犯，其中7个已经互收押。也毋过，被害者的2支手掌也未找到，无法度接回去，恐惊爱一世人待判上路。南投埔里发生粗残断手掌的案件，一个40外岁郭先生，昨日下午5点多，扣一台山车，才去台中营总埔里分院，甲等伫咧急诊室门口。生过的查甫人规身躯受伤，医护人员嘛发现伊2支手掌无去啊。2只手的这个截肢伤口不断在流血。那这个当中，我们护理同仁就比较持续性的赶快给予包扎止血，幸好生命真相算是稳定了。医护人员经甲人赶去病院内底急救，翻头要找一台山车时，车都已经驶走，病院嘛随经报警处理。警察经过病院的监视器来找一台山车，小刷抓到8个涉案嫌犯。初步调查，40外岁姓郭的被害者驶车经过国道6号埔里交流道时，叫真侪嫌犯甲伊走落来，佮甲伊压上山车顶，尾后驶去埔里的温泉区甲伊凌迟，佮甲伊的2支手掌剁断。虽然嫌犯再去病院的急诊室等伫咧遐，佮家己手掌等伫咧台中太平区的一江桥骹，犯案的动机敢是甲1000万的缴销纠纷有关系。专案小组兵分多路带返8名涉案犯嫌到案说明后，扣得犯案工具，依刑法强制罪、重伤害等移请南投地检署侦办。警察经过嫌犯讲的所在去找断掌，毋过无找到。那郭先生2支手掌扣不断，伤甲真吃力。抢救了后有甲命保调回，毋过当期手掌无找回来，可能嘛因为安尼一世人惨重。警察初步调查是因为1000多万的缴销，才互嫌犯下动手。背后敢有集团在咧控制，或者是别个犯案的原因，警察会阁继续追查。犯到嫌犯会甲人斗空，或者是走路，所有8个嫌犯已经7个人扣押起来。另外1个人搁伫咧心里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